的是因为我们会里有一个就是兄长，就是因为肝病的问题，所以现在人在医院。然后我们就是想说，就是用行脚的方式替他祈福，又刚好遇到现在刚好太子下礼拜日就是太子的圣诞，所以就选择在提早，我们用走的到新营太子宫，替村庄还有替这个兄长祈福这样。对。那你还要问什么？ OK。然后你们这一次大概此行大概有全部用走的，然后预计几天，然后公里大概有几公里呢？走到新营太子宫，从草岭出发，走到新营太子宫大概查了一下，大概在90几公里，98、100公里左右。所以要几天走啊？预计2天半，2天半到达新营。对。那沿途你要做成要一个祈福的那个，还是说你们这次大概有多少人？大概这是我们大概10到13个人左右，然后就是走那边2天半嘛。可是因为我们是因为第一次走，所以不知道脚程跟路程有办法走到哪里，所以我们就是预计说走到哪里算哪里这样。对，预计2天半到达新营太子宫，跟村庄的会合，然后一起会香这样。